祝大家情人節快樂，甜甜蜜蜜。仲記唔記得細細個當我哋有鼻塞、咳嗽唔舒服嘅時候，阿媽就會攞一支薄荷膏出嚟幫我哋搽鼻同埋捽心口呢？係咪覺得好舒服呢？其實除咗薄荷膏嘅功效外，仲有我哋捽心口膻中穴嘅位置係有關㗎。膻中穴係我哋嘅氣會，可以調節人體全身嘅氣機，加上由關心自己嘅人幫助自己，自然就相得益彰啦。所以如果除咗傷風感冒，大家有胸口翳悶、唔開心，又或者成日唉聲嘆氣，都可以試下用薄荷膏捽膻中穴，令到有微微發熱嘅感覺。當然，如果大家身邊有病嘅長輩，但又唔可以做到好多嘢嘅話，不妨試一試用呢個方法，令到對方有關懷同埋愛嘅感覺。而市面上嘅薄荷膏五花八門，有啲標榜天然，有啲加咗尤加利精油、薑又或者肉桂等等，大家都可以不妨試下㗎。鍾意呢段片嘅記得 like、share、comment 同埋 subscribe。如果有咩 topic 大家想聽，歡迎留言俾我。中醫或者身心靈嘅角度都冇問題，最緊要記得撳埋個叮叮鐘，咁樣你就唔會錯過每一段片啦。